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29节，希伯来书第6章13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、答应、约定、承诺以及应许，我们都称为 promise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跟随他的人都要学习成为忠实的人。昨天我们在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5节来谈到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保守看顾，成为见证，也成我们应许的这样的一个铁证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坚定的跟随主。但是要能够顺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不可以背叛上帝，这样就跟救恩背道而驰了哈。以西结书39章第21节到29节提到当时候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背叛了上帝，就离开了上帝的应许。上主说，我要让列邦看见我的荣耀，让他们看见我怎样运用力量执行我公正的判断。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人会知道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。列国将明白以色列人是因为得罪我而被放逐的。我离弃他们，不看顾他们，让敌人击败他们，杀害他们。我对他们的污秽邪恶施行报应，我离弃他们，不看顾他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但是我要怜悯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，让他们重整家园，我要维护我的圣名。他们重新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不再有人威胁，他们就会忘掉他们因背叛我所受到的侮辱。为了让列国知道我是神圣的，我要从敌人那里把他们领回本土。那时我的子民只会认识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，因为他们从前为了我放逐他们，现在又召集他们，把他们带回本土，连一个都没有留下。我要用我的灵浇灌以色列人，绝不再离弃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，赐下应许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作证，因为没有人比他大，就由上帝自己为证。上帝既然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，他就必定会实践，即使在时间上拖了好长的一段时间。希伯来书第6章13节到20节这样提到，上帝向亚伯拉罕立下应许的时候，他曾发誓，因为没有比他自己大的，他就指着自己的名发誓。他说，我一定要赐福给你，使你多子多孙。亚伯拉罕耐心等待，终于得到上帝应许的。当人发誓的时候，他指的比自己大的发誓，这誓言要做担保，结束了人跟人当中一切的争执。对那一些要领受应许的人，上帝要清楚的表达，他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计划。于是在应许上面加上誓言，这两件事是不能改变的，因为上帝不会撒谎。因此我们这些寻求他庇护的人深受激励，要抓住那摆在我们前面的盼望。我们有这盼望，正像生命之锚，又安全又可靠，通过了天上圣殿的幔子，直到里面的圣所。为了我们，耶稣做了先驱，到了那里，他已经按照麦基洗德一系永远做大祭司了。
接着，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，这样的救恩也是上帝的应许，是赐给世人的恩典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我要持守严肃的诺言，遵守你公义的教导。上主啊，我受的痛苦非常沉重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新生命。上主啊，接纳我感谢的祷告，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。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中，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法律。邪恶的人设罗网要陷害我，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。你的诫命是我永久的产业，是我心中的喜乐。我决意遵守你的法律，直到我生命的终结。感谢上帝应许赐下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因为相信领受而得到赐福。求主坚固我们，使我们信心坚定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